来继续来到金门，这个每一年军事的重头戏，联合反定陆作战的操演，唔那军事迷尔，都参当地高中生嘛拢踊跃报名要来参观。但是今年因为两化的局势真紧张，加上要来防疫，所以停止对外来开放，民众拢感觉真可惜。火炮执法，上准海上目标，天多光明。金防部就伫金陵后湖阵地实施联合反定陆作战。场面震撼，不过今年才会使为500公尺外看，因为金防部以两岸局势较紧张以及疫情考虑，无对民众开放，或者往几年的军事迷感觉真遗憾。而且咱金门是从细汉咱就有看的部队的演习，迄款儿时记忆的迄款回忆啦。无像永年会使体验火炮的震撼，演训的8寸榴炮、155加农炮、加105炮，数量嘛比去年减一半。好议员感觉措施宣传国防实力上盖好的机会。站在推动金门观光，然后推动全民国防的立场，让民众能够看到国军的战力也跟演训的成果。照目前的情势恶化下去之后，会走向不可控，那么金门又将会被推上第一线。演训低调进行，就是无希望引起无必要的风波。